你上網嗰陣有冇留意過網址旁邊嗰個細細個嘅鎖頭？佢其實默默保護緊你㗎。點解有啲網址係 HTTP，有啲就係 HTTPS 呢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 HTTPS 多咗嗰個 S，其實就係代表 secure，即係安全咁解。HTTP 嘅全名叫超文本傳輸協定，係網頁傳送資料嘅基本方法。但係用 HTTP 傳資料，全部都係明文嚟㗎，即係完全冇加密。如果有黑客喺中間截取，你嘅密碼同個人私隱就會俾人睇晒啦，所以 HTTPS 就加入咗 SSL 同 TLS 加密技術，幫你鎖住啲資料。SSL 即係安全通訊端層，而 TLS 就係傳輸層安全性協定。加密咗之後，就算資料俾人截取，黑客都只會見到一堆亂碼。網址旁邊個鎖頭代表網站有數碼證書，證明咗佢嘅真實身份。記住啦，入密碼或者俾錢嗰陣，一定要肯定個網址係 HTTPS 啊。不過要小心，假網站都可以有鎖頭，所以唔好見到鎖頭就亂信啦。